姜濤 Happy Birthday，耶 Hello，兩位大家好。 ！Hello，介紹下自己先。我叫 Cici， Hello，我叫 Joanna。點解你今日喺度嘅？因為今日有姜濤嘅佈置，因為佢係4330啦，跟住26歲生日，冇錯冇錯。我就中意咗4年。我就大概3年左右。我中意佢喺台下就好 QQ，咁啊台上就好參。而我就係之前留意到一篇呢關於玻璃骨女孩嘅新聞嗰陣時開始留意姜濤嘅，咁我覺得佢個人好平易近人啦，同埋都好善良咯。我自己中意好得太過分。我自己就中意蒙着嘴說愛你，因為呢個係我第一首接觸佢嘅歌。有好多打卡位嗰啲推薦啊！我就中意右手邊嗰個萬花筒啦，因為裏邊有好多阿姜。而我就中意左手邊嗰個蝴蝶千秋啦，因為可以同姜濤一齊坐。咁你覺得今年同舊年成績低嘅話，印象深刻啲有咩講？我覺得今年印象深刻啲嘅 point 就係呢，我哋左手邊都有個甜品站，咁我哋可以一路打卡一路食嘢咯。而最深刻嘅可能嚟緊都係4月26號啦，咁啊西九嘅一啲打卡嘅活動。祝佢生日快樂，身體健康。而我就祝佢日日都快快樂樂，可以多啲落維園打波啦。